好，来继续来看花莲的警方判一件丧尸烟弹毒品的案件。这个伫中华路一间人家厝掠到一对毒鸳鸯，这对做毒品卖毒品的夫妻是宜兰人，两翁仔某拢互通缉，走路走去花莲美丽的外妈的厝，结果甲外妈的厝当作是毒品分赃场，警方公入去毒窟，甲人逮捕归案。警方牙牙是撬开门冲入去。什么名字？来，趴着，不要动，叫什么名字？倒伫面厅顶，查甫人看到警方惊一跳，乖乖啊就范，其他人赶紧走去楼尾顶。楼上，这边一个先顾。这里。原警专力的追捕，最后成功抓到一个买毒品的人，甲涉嫌做毒品的毒鸳鸯，姓李嫌犯，佫是要量，最后又还互警方移调咧。叫什么名字？趴下，过来，趴下，趴下。花莲警方进行侦办毒品丧尸烟弹案的买卖，经过卖福甲搜证，锁定花莲中华路这间人家厝。10时透早10点外，探要买人上门，赶紧掠人现场，敲到超过1公斤的丧尸烟油，加其他的毒品。现场查获第1级毒品海洛因3包，总重7.31公克；第2级毒品依托米酯，总重共计1000公克。经过了解，这对姓李的翁仔某是宜兰人，拢被通缉有案在身。这摆为上游买原料分装伫卖，佮将花莲外妈因兜当作是毒品的分装厂。两个毒贩是为宜兰来买毒品，共款拢互人掠起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